180多嘞。不可能，我可能。以前来傻气的哈，老大姐，台港有堂姐没有？你刚还说他老。哦，还有一老如有一宝。不用来关心了。好，可以给小戴师傅一点福利吗？有了，这5秒还他了师。傅不要拔蒜的哦，先放豆包下去。其实圆妹姐外形有点像赛龟。哎，就呢，2个。大家好。是那个什么？哇，用搞啦！横切面来的哦。哎，抢暖风呢。这是个最难忘的米线。那你不人家写文讲吼，动难忘。你要负责，真的要负责。产业老配管吼，动物呢20年了吧？结婚的嫁妆呀？没有啦，没有这么久了，没有那么穷啊，没有这么久了，关注啦。重点办事哈，来大家分享讲，哎，办事安样做嘛，系当好势安样。这里要起个种的呀？对，是昨天盐酥鸡吃剩的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所有選出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保養薯寬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太重把票。今日來到桃園亞島邊，除了前料理牛年以外，有搶到一日4個潛水茶，都係沙琪嘅自古媽媽哦。哇，講到沙琪哦，其實老頭把就以後按到高手在民間，我哋下全部改咧，我改做高手到沙琪，高手在社區。真勁咧，而且啊吼，佢按照潛水茶來，佢就都到沙琪地度煮嘅公餐，所以有時候我們啊吼，喺講退休嘅話，真要揀入沙琪。還很久吧？去到那場邊都會去沙琪啊。你連下是有退休嘅時候，姐姐。中共啦，好啦，生下來馬上來分享到你嘅評審先生，分享到嘅係你小戴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戴師傅。范青師傅好，大家嚟翻到係青牛鳳，其實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鳳哥好。生下來分享到你風吹潛水仔嘅表姊妹哦，分享嘅係甜子雞老鳳珠雞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好，看一下藍色呢一片吼，係類似冠軍嘅姊妹，佢哋係同啊二老鳳姐妹。歡迎，來，歡迎。因為紅彩妹妹哦。開起來，四個沙琪嘅媽媽今日 Andy 有16誒。係啊。開心。哦，準備來保 BB 了。真的。兩位姐姐，你一度帶觀音係冇？係。觀音要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咧？好教嘅味素就係安尼嘅北千層跟麗園大道。北千係有。白千層。哦。地波有3600公尺，哈，跟北千層太素有770條。哎，分養大家有限類料，講好料。一共幾有那麼素菜？白千層綠園大道。白千層啊，在廣福啦，全省哦有名的那個景點打卡，然後高的味素，那個景很漂亮，真的。哎，我們有的時候不是會有那 open 的棚嗎？哎呀，做得起嘅耶。對，要選一個不會太熱的。白千層綠園大道。大家嚟看一下咱嘴呢一片哦，強龍係類似冠軍，不過有冇強龍嘅景點，我攞大家推薦。推薦就係一個甘參寺。非常有名嘅係一個甘參醬，有現水啦，有乜嘅？現水就係講你係有乜嘅冇度嗬，又係2000年嗬，係有乜嘅困難嗬，生病嗬，又嘛攞嚟抽嘅現水嚟食，就會平安說，平安水就係錯。對，到底下還會有人去那邊取水啊？對，我這是紀念的呀。做得。哦，那我要許願，我要發大財。可能很難呐，可能有點難啦，做唔得事啊樣嘅啦。哦，那冇是大家是你講嘅像頭一隻醬嘅蛇妹，咁樣做太太啊，一個難啦，現在傳台先長得個頭不妞啊，在那之前我獻一個甘泉寺獻到喜年，這第一步。啊，各位再去百千層拍個人婚紗。要結婚以後長又繼父，然後第三個結婚用很孤單呢。he是會讀到咧。哦，哎，那你確定？睇起來有了解法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菜色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時就開始咧！做
下老给丢起来耶！哎呦，其实我觉得新一季两个单元啊都一好搞。哎呀，对阿妹来讲哈，动简单嘛。对。看到嘛个煮嘛个啊，冇你很特别去杀嘅啦，冇。对啊。第一摆好强调系剪刀杀条布来热情玛莎来现贤。好，我们派出一位代表，咱妹啊姐。好，看这几多点哈，好来，剪刀杀条布，剪刀杀条布。哇！来，这先来，好，也声音先去动手。来这个好。到底今日放出来做个料理，主食菜系嘛个，边看了本大家看。发鸡条，赞的，好吃哎，好好吃。来看一下配菜系嘛个，豆腐，最好哎，谢谢。你怎么可以选得到？来给我发面呢，豆腐保底度不用要跟花枝姜，赞。对啊。包起来没走对的，这个不要再让我出现什么梅汁啊，有可能是生姜油啊。好，来看一下最末口味系嘛盖，黑胡走对咯，可以啦，走对咯，哦，做对，做对，完了，那换我们，咱们是一个润气味下好，我们就来看看。好，来，我要选两只，你要选哪只？你选掉了，你要选哪只？有选两只。安永好，好，漂亮。哦，选好了哟。每次都不想开你的牌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等下去听比发鸡这样还好。我刚偷看，不想先博先牌。好了，我先请开牌。开个数。哇，主痛啊，照也动好选。有没有去批出黑马盖？哇，波笋，赞，好，最后一名。走的，炸叉，来，不错哎，炸叉风嘛，个都动好些的。看起来呢，艾丽风吹到南吹，对眼力出道嘅东西都已满意哦。阿娘会把就挑战一下人嘅临场反应，所以还都在人料理功夫用班的比赛喽。第一排啊，高一关，其他菜色呢？系啊，你用薯丢起来嘅菜用啊，做到好食。系啊，应该用共体句后制作单位有上来。哦，对，那我敲掉。好了，来问看呐，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来看看咱出的一片有信心吗？加油！哇！哦，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倒咯！根本嘅两组吼，都做在用初始提上来60秒时间，好不好？大家做咧想看一下，夹紧看。好，来。为什么这花枝姜要切？我要切的要炸，它需要切哦。花枝姜根本是姜的呢，它可以用手这样弄着燃啊。所以你就用缝隙系落去包起来，然后放下去炸。那款一地步，蛋场又发鸡，还有哈蹦嘛。姐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年啊，你有60秒做抢厨师天数，有想讲哪一道比抢厨师天数吗？跟它炒嘛，个也是炒给花枝姜的时间系吗？炒黑胡椒啊。黑胡椒酱吧。那你等下剖干它有没有接口的地方要先下去哦。好。你等一下，你过去刚刚先把葱姜蒜把它备好。好。我很紧张啊。因为应该加下款一条手法机这样时间，它就头爆哈。是谁想到说要把它用煎起了呀？就像用粪块来炒啊，那个头爆用切到挑没走的啦。不要害我们。不是我跟你说，他们是谁想到这么棒的方法？我想的，我的那个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好，用炸有张后色，破有张后色。厉害。你有会用什么？跟他讲了，因为你们应该是有点半煎炸吧？对，不算啊。讲它个油用手，但它。底部一个花鸡唔会熟吧？其实海鲜蛮快熟的，只是你要一直转动它，这样对不对？等下破又技术的哦。其实比较担心系因为这个收口没有收得很开口笑，开口笑。有枪还是水，拿两盐一下。你要水哦。哎呀，它水盐来。因系面粉，还是这样，我们要到 V 就唱师傅来听。对啊，我帮你变鼓。好，要不要？那你会那个会开的。那等一下，会开的。等一下。先过一款烂水。然后你们先不要炸，我们拿回来帮你们炸，这样。等一下，好。来，你那片是下放心掉嘞。你看，莴笋用滚刀做一切吼，
咱讲轻刀好款，等下就好破。该皮又實要係啊，我會凍爐哦。唔會，凍籠呢個邊凍籠？哇，呢塊睇快睇咧，係冇禮貌。攞一塊切切咧。佢講呢凍爐啦，佢兩我嗰條邊有攞。那就要切切咯，攞一份切切。啊，即係你落去切切。切切幾過去？哦，一芒頭不用落去切切。唔好啦，唔好。那你這個 U 鑊愛做？我落去回炸，係回炸，หั่當來。啊，辣椒我未好咧啊。辣椒我等下加鹽咧。很快。都快，還配合。你手頭誒凍好呢吼，啊你有別買東西嗎？咩嗌糖下병啲飲落去，糖下。要別飲嗎？芒。啊飲幾啲啊？一兩點，一點是好哈，一點是好啊。所以你兩隻都係社區嘅代表，社區地位最厲害、最強嘅主菜啊！醬。哦，嗰原味姐哈80人誒，哦，嗰大條嘅嘛，80人樣，80多咧。不可能。要大好大，冇可能。以前喺社區嘅哈老大姐，睇緊我堂嘅妹哦。哦。我堂堂嘅咯。所以你剛才說他老。哦。還有一老如有一寶。不用來關心。有冇有餅油呢？這個比較脆，湯菜你再不用油，不用講。比較脆。這個的脆比較新鮮。哦，我學到咧，好嘞，高手在民間。沒有嗎？都沒有這樣子嗎？你沒有嗎？你沒有嗎？應該都係按樣當水要冇煮到熟，這樣比較。見面都學嘅。你有發現袁妹姐對你搖頭嗎？她傻眼，不敢。其實袁妹姐外形有點像誰，你知道嗎？大概。海龜。哎，又呢？這樣子才像好不好？你跟海龜很下面。你老睇個打教父來，兩個。是那個什麼？我用搞啦。做菜。用兩。over，太少了。讓你斷貼一下啦。做老去禮佛一下，冇事等下我一下就全部拉了。對，就咁即係長嘅現嚟，鉗體機冇記咧，長。冇記，我倒貼啦。唔係啦，別人啦，正經嘅等下會廚房拉咧啦。姐姐你站好遠哦。唔係我當家噶，我點冇用過咁樣嘅。好。我會擔心呢。喺熟嘅唔是破洞球啊。係啊，我那用餘溫這樣子呢？做得嗎？做得啦。要不要聲音哦？做得啦。佢嗰個總大地麼？總大地還好啦，還好啦，等下讓佢燒好咧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都上來哈。好。一下有用師傅吞秀咧哈。沾粉了，沾完了。對，粘好了。要不要 U 怎麼？先炒醬。炒醬咪做得啦。胡椒粒先攞去炒一下。係啊，胡椒粒要炒不進去哦。做得做安排。我們先先撈。但是胡椒粒要乾炒還是加油炒？要加點點油沒關係啊。唔係，撈咧嘛。應該點點嘅熟，我攪一下。誒，我該會全部燒嘅。會糊糊哦。誒。好聰明哦！你做得等一下，你們已經用了5秒了。沒有。用了，等一下快選55秒哦。哎，不要摸到油，不要摸到油。我們可以給小戴師傅一點福利嗎？有了，這5秒還他了。師傅不要拔蒜頭，先放豆包下去。中山用凍帥咧，阿哥個嘅帥哥啦。阿哥。不是，哥哥你誒，你比哪？來啦，錯啦。剛剛小戴師傅躺到燃刀即是過來咧。要哈。等一下，你們已經用了5秒了。沒有。用了，等一下快選55秒哦。哎，不要摸到油，不要摸到油。這專輯裡面的主打曲有新的嗎？有這一首嗎？哎，等一下，這給師傅好幫你。要來搶下師傅來走。好來。好，兩殺強下來。我要等下個順條先簽嗎？慢慢，我就先1、2、3。廚師配數嘛，我寫瑪莎。對。你要選60年次的還是50年次的？60年次的。好。好，那你先來順條音。等一下，還沒。你好，還沒。開始。我們可以給小戴師傅一點福利嗎？好。有了，這5秒還他了。師傅不要拔蒜頭，先放豆包下去。那個已經過熱了。然後呢？來，順條。要下去。豆包要不要先放下去炸？然後呢？然後豆包真的不要。真的過熱了。好。已經下面這邊粘好了。皮要朝下嘛。
嘿，可是这一锅很像快，你要一边跟它煸一下熟。只會調燒嗎？唔係，本來有照炒，炒黑胡椒醬有照炒。照係該梅頭下起來。哎，思具聲音走得走。哎，他收拾收拾。手動衛生股長的萬斤重好啊。然後就調油膏，啊，撈一點水下去。哦。啊，底貝甲是冇sau用㗎噻？調粉唔會啦，袂熟嘅凍汁。然後辣椒就得切到去配色，不用當過熟咧。會倒蒜的哦。調油膏。切長。嗯。4、3、2、加水。1，熄電倒。好，等下煸一下。哎，時間到咧啊！嘿，到咧。喺面嘅時間下球誒。你美國？哎，你講幾英文我才相信，快點。一跳乳辣嗎？有，試下梅頭，佢要烚下麼？他是在美國的台灣人。啊，等下莫泡糖球哦。不要。你要注意哦，嗰啲凍膠哦。嘛個凍膠，兩片凍膠。全部凍膠。我泡到速怎麼叫一下哦？莫是管開咯。那個蔥白不用進去嗎？最後。可以先加白葱白。天慈姐，你黑莓布卡有很多瑪利亞，沒啦。有沒有超過3位？沒。有，那3位以下。你看我們的蔥的切法就知道。對，太厲害了。這個是藝術家切法。對，藝術家就是什麼？插入前音。沒有規則。哦，是。孔該偏了嗎？好。那乾媽，我們先過去嘍。你以為乾媽？乾媽，安家是變乾媽。那父母官哦，要上色哈。好。哦，要拍個破火的哈。破火的。會重組表哦。來，他要拿的是這個，他要拿的是這個。來，嘿，我麻煩老師初試甜酥愛調醬料。好，嘛中張弄凍帥嘞，個位帥哥咯。不是，嘿，個係你邊哪？來啦，錯啦。剛剛小戴師傅躺到燃刀機是過來的，愛你啊。我想你麻煩讓愛調醬一下門玩家。你們的口味是什麼？沙茶。沙茶。哦，先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好，看好之後是準備要開始了。等下師傅開始走去，還有師傅機子沙已經走一走哦。好，那是大姐。開始嗎？好，開始嘞。好，不師傅來走咯。好，繼續開始。我關掉了。要中小大，小中大。小就好了。沙茶我要去炒到香味出來。好。先不用下鹽，就兩條油。那什麼？烏醋。醬油。茭白筍下，半個時間梅頭。哦。咁茭筍是就同個甜嘅啊？要少過。撈點水。加點水。冇少咪？少咪就得。少下張啊。你啲係要沖拍哦。那最後，因為咧破個冇半去炒兩條嘅唔問題。米酒。一點點通。因為切佢麼？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時間到。終於試下梅頭啦。幾個試過咧？有時間咯。而家落去咧。哦，叫酒好嘞啊。有酒嗎？有酒。你要哪一種的？幾度的？有酒嗎？300。好嘞，交俾。好啦。我想差唔多呢嗬。你來倒酸咯嗬。好。煙草馬松佢是倒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松就試試看下鐵罐，你冇開面試較針的喎。冇想到竟然都變上地圖，應該講都要嘅排嘅地圖做下條都變起來，要做倒出2次創意料理。先對鳳翅嘢來試試看呐。哦，試看咯，好香哦，香滾。哇，幾條嘅黑胡椒醬跳到嘟哦，凍種嗰種，比超市吼當賣場那嗰種。很香誒，真香，越香吼，很香哦。黑胡椒油炒過就香啊！豆皮啊，就是要有，這素菜隨便煮都好吃啦。風水也是推薦後咧嚇，完全攬出嚟一片用沙茶做嘅排骨素撈萵筍，但常用看是凍聲音切的哦。炸
沙茶小白很好吃诶，无顺刚忙食食过牛的口味，其实落去就还没不差，而且因为家嘅排骨属于讲回炸过后，骨素较熟诶。今日无顺炒啊，当然啊，当然生。而且这个没做讲会帮助菜哈。我你可能让到体质谱，嘅手到食材的时间是让一般的。啊，这记到铺的个排骨素铺的冻好，还有个莴笋用滚豆啊用切好，所以个适口性没冻好。沙茶酱就是讲啊，浓厚配菜，什么菜放点沙茶酱都好吃。煮汤没做得啦。对。好，我多在师傅用版拼粉的夹夹来看哦。印中流先来抢小戴师傅抢本不速。好，大家看一下阿凤哥抢不服输。好，体育冠飘球。小戴师傅抢公平。其实感觉两腿是做动好，因为哪有天修啦。当然。因为第二篇的巧思很多。该篇是排骨酥绕个小白笋，还简单。不过要有一个加工诶。还有巧思，所以来分了。好，换阿凤哥来讲拼。哦，红队拼的个，迄有焦虑的话，我感觉是到冲辣的。哦。冲辣可能冰冲多，梅头都被盖住了，某个盖是都是辣的。哦，啊，我本该难得去讲个沙茶料理，真紧挑到度好。啊，油加上个排骨酥嘅表皮本来是有个面粉，然后去勾了，做到个梅头。哦，是一口吃下有沙茶的味道，然后汤没冻加分。好哦，感谢师傅本来立个字头，不过太起来就记起来，但是已经很厉害了，马上丢起来就变出两出台菜。不过剩下来，搞不你的齐师傅，讲带来乜个好料理，留太起来分享咧。师傅出台菜。哦，又到係齊師傅呢，要來出台菜時間呢。齊師傅請問一下料理嘅名都乜嘅？花枝烏魚子卷。哇！把雞凍貴，烏魚子未凍貴。咱看了基本的食材凍簡單是烏魚子，撈開調整到用嘅花枝漿嘛，啊撈開海苔，啊這道菜是講吼，美意族嘅盤族嘅菜，古早味嘅盤族嘅菜，烏魚子卷菜。我眼就在問題呢，按人為一般呢，一般啊要事先先做好啲料味。哦，事先因為從你煎好時間差唔多會脆20到25分鐘。哦，水滾嘅時間會脆，啊脆後了按那種乾煎嘅方式。哦，好，大家來做。好，除了烏魚子迄個，也磨又白鐵。哦，做乜佢白鐵？又當然好食嘅皮呢。好吃的烏魚子基本有種嫩香味。其他做嘅時間咯。都要剝皮嗎？我吃到的全部都係白剝皮嘅啊！有嘅冇剝，有嘅有剝。哦，好，像你要把它稍微跟它塑形一下。哦，它是熱的嗎？放一邊頭沖掉，因為我海苔係安用煙。他做的時候壓得這麼辛苦，結果應該弄轉來咧。哦，首先又要了海苔，哦，先剪一半，剪一半，了係裡面那一面哈，像你又要。好醋誒，我用地板，揀地板，哦，慢慢哦，我等下了外皮讓我用個花枝漿。哦，2層。2層先用了，等下人揀。誒，你係發記種吼，然後改下風水用嘅發記種，冇買強用嘅。佢係又加個蝦子，按按摸就是花枝漿。哦，純花枝漿。這個有調味過的嗎？又加一點暫停啦。那有那個嗎？有麵粉嗎？唔是，冇。它是它的筋性跑出來。對，有道菜凍簡單吼。像一個講嘢時間要出個烏魚子油啊，是做啲那度按揀。好，好，嚟。有乜嘅？你係沙拉油，問他湯匙撈料油啊，佢含會黏黏啦。哦，唔黏黏。哦，安太地哦。係啊。大家阿勇看得出來機會做乜嘅冇？有啊。就像一個春節，差唔多的意思啊，用。對呀。然後你抹一些油，佢含會黏吼。然後你先鋪平，像愛到啲個捲個壽司恐龍啦。哦。啊，你烏魚子油啊，今年變種嘅。哦，變種嘅。哦，佢發機到我背哦。好厚實哦。我還以為個發機係食到地背呢。太豪華了。佢個切面時間佢是有個海苔的霧色，然後烏魚子，烏魚子豐盛吼。這樣子是一樣。天哪，好厚哦，好讚哦！我有啲蔬菜冇潤，
我看，哦，那个该塑形熟嘞，收嘞，熟，怪哈，怪哦哈。为什么要这样甩啊？给它紧，均匀，本去下掀安尼咪做得啦。啊，本去下掀，本去冲袂东西啊，把到该撞往啦。哦，安样嘅，哦，有啊。哦，就这样哦。然后又要冰落去脆，哦，脆差不多20到25分钟。哦，20到50。保鲜膜强容落去脆哦。强下唔怕，该唔怕，该做得。该做得强了又要拿起来，哦，用年，啊，你啊落去脆唔怕。哦，等下工作人员做强下身嘞。对呀。莫你的要吐出来哈，完全没挑梅呢，就是吃乌鱼子的原味跟那发皮酱梅啊。太赞了吧！虽然两面就是以前的人那个古早味的半桌菜。那用某式公鸭给盘走菜。对呀，比较古早的啊，然后一点点油。玉芳哥的盘走菜真好，之后再来炸。横切面来的哦！哎，挺暖风呢，油脂扯出来的。但是这个会不会有毒？我帮大家试试看。你已经试过了，不是吗？好，你要做的不允许了啊。这个没有毒，我知道。这个南方乌鱼子给莫写。这是个最难忘的米线。但你不能在什么人讲哈，东南忙，你要负责，真的要负责。我迄抓油啊，放去出炉灶，再引落去煎的时，这油啊，几项会油又要喷多。这是不一样的油吗？沙拉油一样，沙拉油，要放去煎时候咧，煎到放去炒炒，你要熟咧嘛，要熟咧，哦。啊，发鸡就要用健狗玉，还有变花枝丸，差不多的意思，吃到脆脆。哇，你要盘很款。好，啊，你按到个绿卷。绿卷，咁咪生菜叶一种，绿卷生菜。你看吃见到安样油啊？做一些炒炒安样，还有口感啦，哈。哦，好，先帮你煎一下，煎落去摆盘。摆盘。就你要不看吼，用电锅没做得啦，哈。做得。好，我看吃差不多安样的时候咧，哦，写下酱，煎一下，帮你煎到个表皮又擦擦，哦。这健狗玉还有很漂亮哦，好漂亮。做得。哦，真的，这胡椒粉很赞呢。我基本全部都嘛个调味都冇，是料花枝酱一点点的盐巴提味出来，本去是多个海鲜的味道，然后乌鱼子的鲜味。跟乌鱼子是卖到的过程，不是讲提前过做嘛个动作，不是顶酒哈，不用。那既然就不用个乌鱼子啊，乌鱼子好朋友，我们就令狗啊、水梨啊，或者向下冰落去了。系啊，老皮的啊，做得好，好小安油啊。太赞了！这很像抠什么口的牛肉卷呢？哎，哦，没，我们那您自入行销。哎呀，好的。横切面来了哇！哎，挺暖风呢。是安油。哦。QQ 了。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吧？像日本料理耶。我热天愛嘅海苔嘛，假使冇海苔煮之後嘅爆烏魚子，幾下唔會困啊，你看你要有黑色呀。好赞，真的好赞哦！哇，它加了那个海苔的颜色，那俩都给你弄传到嘞呢，就有层次。煮好看，又油脂扯出来了。但是这个会不会有毒？我帮大家试试看。你已经试过了，不是吗？好，你要做的不允许了啊。这个没有毒，我知道，这个没有。南方乌鱼子给莫写。好的，摆盘咯。像你要除了甲佛跳燃脂嘛，咱做在推荐台甲干嘛酱吗？那感觉是加胡椒盐时候嘞，因为怕太抢味。真的不用，因为乌鱼子有很咸啦。对啊，你胡椒盐它就不喜欢了。花枝酱重甜呢。对啊。所以台北已经盘州顶定会做俩口菜有一道。有吗？乌鱼子刚刚出有了。玉芳哥给妇女。乌鱼子和香肠摆盘嘛。哦。莫讲起40年前的事情啊。不要给他吃。韩芒哦哈。这个。哦，韩芒。哦。食用花。哦。蝶豆花，蝶豆花。方式。蝶豆花，妹俩也算是蝶发。那不是蝶豆花，也可以吃。蝶豆花很大颗，很大朵啊，这不是。来，本泰坤。花枝乌鱼子卷。按钮就后塞喽。
冇想到呢，也係嘅冬菇肉、冬菇做嘅一個烹煮菜，簡單可以來上形式，睇下來品嘗看下咯。來，剛剛水太低係多大？青太低。嚟。等下呢？哎呦，雞雞片啊，雞雞片，我各種。師傅好好吃哦！美廉好好吃，美師傅好好吃。這讓我太驚豔了，因為巴基呢熬到嘅時候，它就真的超出台。好甜哦！對，但巴基種係香嘅，但烏魚子咩時鹹哦，因為鹹香本身是種夾梅。真的太棒了！也跟俺一定要專心做爸爸媽媽生，好讚哦，好生哦，呀，而且又同簡單做。係啊，姐姐，我就問一下，條白嘅本家有也出菜冇？冇啊，有啊，唔記得嚟啦。真嘅嗎？有，當飯啊，當飯啊。幹嘛？又先人長又倆出來。哦，有。按多少方式是按永遠的煮法，太誇張了，真的。你係食過最難忘嘅米線，但你不能這樣寫文講吼，東南夢你要負責，真的要負責。那感覺因為人家散紅，卻有海味，滿滿的海味，花枝漿該甜，襯托該烏魚子的梅頭，感覺當好。不過你阿頭水已經當偏離，當離偏，因為你是落去吹去後來，不是插衣啊，那用表燈是做上出來的。我想那第二局應該也差不多快好，可以請導播啊、攝影師睇下看下姿勢看啊，吼。但係出菜呢，真嘅係動蘸料，無怪係經典嘅烹煮菜。唔講頭前1比1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豆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米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蘸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米絲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豆絲咯。入最杯米館呢，睇自家呢拿出自家嘅本地來表一下嘅。可以係鳳翅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紅曲醬，紅曲醬慢研做嘅啊！捱做嘅，按沙皮哦，真係你看一下哦。哎呀，要做紅曲米那個糯米落去煮，放落去滾油飯，一禮拜，不用久哦。一禮拜，做的。我見我用鐵片咧麵呢，鐵片麵煮個發酵過後就會變綿綿。哦，今日拿鳳曲醬做嘅料理都乜名？桃喜紅雞饅頭。哦，饅頭。我們節目T100有你都要特別做饅頭。那個係現場做出來係嗎？對，現場做嘅哦。依然係T100，一聽就想養一班呢。好，好冇？一張就辦。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哇，真正當閒得咯。兩片係咪係唔識看過嘅？當小舅應該秘密武器帶來係乜嘅？花生湯。哇，真的係。花生湯。你係乜嘅？做得掂嗎？你係米酒。米酒，你唔係完全係挑過係嗎？要來去挑，冇其實係當鹹嘅東西啊。哦，啊，啲位都會挑嘛嘅。點湯就做得嚟，個加點水，一樣是做得嚟。哦，對。不過聽講哦，今日帶了米醬來哦，嘅背後有故事哦。因為俺細細哈，媽媽當咗就過身，最懷念嘅米食就係媽媽煮嘅米醬。所以基本煮咗來川西阿妹嘅梅頭啦，哈。那帶來的菜，該料理名按到乜嘅咧？豆腐煮米醬。豆腐煮米醬。對。最簡單是係最好食。好，等一下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開始咯！哇，廿一鬼哦，真係會皮嘅啦！係啊，真的。但是講埋個出業片哦，真係會有呢。我不覺得是職業病，我是覺得是幸福肥。我們期待小戴師傅下一季的表現。對。你份自約來用。很難，但是師傅都吃比較少。哦，你兩部會做饅頭嗎？唔是的，唔是做個饅頭。會嗎？唔會。那去學一下。哦，來學一下。跳牛嚟啦，跳牛嚟啦！等下，這可以做小白兔哎。係咯，跟風聲因為風都很好看的哦。哎呦，而且這個紅橘對人體那個血管很好，它可以清血管。清血管，還有倒血帶哦。對啊，你都要準備安排個饅頭哦。地肥出了又該做媽子外，還有乜嘅？只有那個花粉。
哦，哎，发粉啊，你个。等一下，你还不要冲动哦，因为这样盘量啊，该起到两片哦，该都做在皮都该做妈米。做妈米头。嘿哦。哎呦，跟你讲，底都还有包嘛个料嘞。但它有包个萝卜干啦、葱诶、剪卵，佮还有个太葱头，就变那个三明治。哦。我爱形象当中哦，民主老爱强调是冇买好食馒头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吃。好吃的馒头就真的好吃。大酱吃。对呀，它是有味道的，有味道。那走的齐全吗？可以啊，它很好吃的，张口切。好大个，是的。你走的帮，你做的那个小碗粉丝，放入那个滚台个强下嘛哈，啊不用两桶的嘛。很软的，唔系咁皱皱的。唔会哦，冻软的。水分很够。一般下少捆都溶在。风口的哈。溶。来全部你也来。对啊，这个最养生的清血管最好的那个红橘。因为冻 Q 呢。哎，很 Q 哦，给周成常做的呀。那你做的？爱做的呀。好厉害哦！哎，已经好学了。冇空腰啊。冇空腰。那一般馒头冇空腰。有放猪的味道。哎，有放猪的味道。哎，其实大香水是冻好学的。对呀，了解谁？我的那个创意啊。你了解高筋面粉还是中筋面粉？中筋的就可以。加牛奶吗？我没有加牛奶。凉摸吧。哎，你等下锅都做了好，先帮你加油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油温注意哦。好。我跟你落去。詹姆亚姐，你好。来，我们来跟大师拜师学艺一下。不敢。对，有默契。那空洞女主雄的是扮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到几时就会点菜。对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很像回家的感觉。看一下啦，为什么有薯条啊？哦，对呀，叮咚呢吼，跳绳有你叮咚哦。这个薯条有没有那个豆腐？对啊。那抱歉，这胡椒粉。也是会改成的绿叶啦。绿叶这么好吃的东西走绿叶，对，干嘛个东西？薯条、饭酥拿来，我们先开吃喽。这样也是好啊，好啊，走对啦。哎，那豆腐是这么起泡哦。对，你哦又水。你看，美国队长的盾牌又出来了。该盖卵豆腐呀？对。油温可能。 240啊，240。你俩咪系240，唔系啦，你还有240，诶，设定的温度，啊，了温度还蛮大的。蛮大啦，蛮大料啦。那婷婷要去剖手的吗？婷婷又要剖喽。婷婷玛莎，婷婷加萝卜呀，加萝卜哦，你加萝卜婷婷冇来哦。冻少是个米寿豆腐汤的豆腐，那很破过。哎呀，你有竹筒呀？哦，我用。 灶诶，我啱啱上到用灶诶，啱啱上到用幫人做哎呀，你個炸醬用蠻素素嘅啊，唔是炸落皮椒，用灶燜爛就好，做得咧，嘿。個酸紅嘅辣椒啊、葱啊要切嚟哦。要炒過麼？會炒麼？等下會炒過。誒，你兩片做咧炒嘛？啊，金芒河啊，我電機，嘿，我電機，嘿。唔係，就我食到嘅劍鋒啊。對。 我做嘛個切到安樣蛇檔啊，這容易炸。哦，必須蓋卵豆腐吼，那魚要用噴那種電哦，凍好全。好，先過去看風哦。哎呦，又兩得好好嘞。哎，哇，姐姐你切得好豪邁哦。好邁啊。你有煎葱蛋的呀？葱蛋啊。对，葱蛋，你这个煎落去。天志姐煎蛋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地位都碰牌嘞。要葱啊，暗多哦。又老街步的嘛个。步的是萝卜干。款那萝卜干吼，冻富呢，20年的吧。也混的嫁妆的呀。没有啦，没有这么久了。他说没有那么穷啊。没有这么久了。完久了。重点饭酥吼，来大家分享讲，哎，饭酥安用做嘛，系冻好食的。对，你要起个种的呀。对，起个是昨天盐酥鸡吃剩的。要葱啊，暗多哦。又老街步的嘛个。步的是萝卜干。哦，萝卜干。啊，萝卜干有炒过吗？ 现在就有爆香过哦，现在有够香哈。那款叶萝卜干哈冻富呢？哦，那很多年的了，20年的吧。结婚，该就等于呢。你的嫁妆呀？没有了，没有这么久了。然后没有那么穷啊？没有这么久了。完久了，太大了，70年了啦，你还没出生啊？哦，那萝卜干70年的呀。哦，很厉害哥，哥哥。哎，姐姐，可我有个问题。
因为两个风球啊，讲养生，可是炸过就有点吃那个养生的条件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哈。哎，不会。那你要沥油吗？它有，我有沥油。我阿婆看好大白做馒头以后是哪里补？我在家是抹火锅，就按有枪丝。啊，凉馒头还有吗？那个要阿公爱大专业吗？我讲吼，等一下我还有。如果溜热地哈，等一下给红酒哦，它会放在那个上面，早餐店都这样。哦，摸阿圣表。所以应该写完给做吗？是去展示听听哦。这个是要炒那个洋葱的。哦。对，我还有一大不用关，还有洋葱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狗都转了。好。哦，你那片可是摆盘的哦。哦，还有安酱。这辣椒摸落去炒哦，这是摆盘用。有啦，该老有一点点。哦，这个辣椒是谁切的这么漂亮？啊，随便都会切，随便都会切。那我们现场考老师哦。好。这发锤就通过了。他的发锤通过，他做在按呛哎，所以该他米酱加落去的哈。对。加落去，本给稍微收一下，滋鼻入味。但是姐姐，我有个问题哈。是。因为我看皮上紧做米酱的时间，系大肠的米酱先落去，炒香以后，长落加酒啊、加水啊、加汤啊，你怎么个先挑好啊？因为吼，我本来想讲，做安用因为咧，伊个豆腐冇安尼咸嘛，啊上吼米时要去挑倒落吼，啊长落加，长味道吼无伊咸。哦，你要变葱花、辣椒啊。那是谁想到你要偷锤那个那种地瓜薯条穷下去啊？其实我来参加你的节目吼，上当九个来做，到底来做嘛，当然是俺拄拄菜题一家啊，要种饭酥，啊重点饭酥吼，来大家分享讲，俺俩饭酥安样做嘛，系当好食那样。所以你要自家种的啊？对，自家是昨天盐酥鸡吃剩的。唔系哦。薯条不用多，人不安用呢啊？唔系不用落笋条，也没应该差不多好嘞哈。哦，是嘞，你不用了，俺香菜香菜。啊香菜嘞？香菜不用。好赞哦！所以好嘞呢。对啊，因为记得米酱本来是挑好的。来，那我们过去救红队哈。来。所以给葱条先落去做的系白酱，然后再标了凤曲酱。该红曲酱做吗？用做吗？盖下多。因为加掉酒也还水吗？冇是不打。应该要哈，要放一点。不是水啊，是水啊，不是，啊不用糖，啊不用糖，那个不要，因为要凤曲哈。有一点的咸，然后你不用糖。所以你阿婆开始做吗？还会做吗？其他料理吗？你做嘛就不用个啊，你讲是暗油还是咸油、猪油，你就不用那些钱啊。那你们真的是粉红世家呢？粉红世家。每一家选出一堆家上来做吗？因为家里对人体的血管当好啊。这个我超喜欢馒头夹猪排或馒头夹。动活心呢？很好吃哦，这个。很好吃哦。对。啊，你阿婆开馒头做嘛个做到安泰家噶？我给米皮配做了，本他个夹吧，夹本他个是啦。那你们家蒸笼很大呢？蒸笼，哦，你安排嘞？有两张没有辣的啦。有吗？我们也可以挑战极限呢。好，我对啊，高哈，跟101一样高。好，你先来多酸的哈。现场马上开始多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，咱要最杯米一罐，哪部卡米是较赞的呢？好亮子呢，真的都当厉害，而且还替摆到节目当中吃到有馒头哦。现在试试看哪里风吹的那个讨喜风趣馒头。体检摆哈，吃到水风色嘅馒头，真紧，难怪很讨喜。酥脆很香哎。吃起来因为有落配的个咸甘的米汤，又加上那个凤球甜甜的米汤，都有层次，当好食。很香啊，都香哦，很香。人家乱有前料后哦。这种馒头俺嘛提摆，是多讲凤球的做馒头，当好食嘿，非常的强啊，色油暗酱，色香味。弄油非常的好，我揽出嚟一片哦，用嘅米酱炒嘅豆腐吼，就听咪冻好食，结果咧吃款。呀，古做妈妈米汤，那个豆腐老一个米酱姜下煮，真劲当好食，当薏米当茶饭，你下来包馒头没怕当好哦。你夹馒头蛮好食啊。
怀念妈妈的味道。春香啊！你大摆烫到面上的水饺，水咸嘛个，只系会咸，莫记得嘟嘟好。你都系自然健康概念来食这一道菜。那它的炸地瓜也很好吃。对，跟外皮哦，莫按喷啊。外酥内软。嘿，错，非常厉害嘅拖出。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不过其实佢底部都非常多嘅空翘啊。等下师傅就来拼粉嚟夹来看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位，先来抢那个小戴师傅抢本本书。不可能！好，还有机会看一下阿凤哥全部付出。哇，抢球！1分2个第1名，小戴师傅选贡品。红橘馒头很特别，而且它后面用那个红橘酱炒洋葱，在葱条的梅头冻甜冻好食。啊，两片冻厉害，该米手捞条幅，啊恁炒的唔系用煮的，那提白食，梅头嘛冻好。哇，阿凤哥来公平。风腿吼去冻大松的点是讲吼，其实咱馒头唔是用铺的，用烤的，干烙之后咧，铺过以后去要湿度加油，叫做油。难对吼，去冻葱面又加又刷小心机的意思是讲，去加面上的条个石头有点咸，旁边有并到加地瓜，按个湿落去有综合嘅甜味出来，按个石头有花椰菜有百多加，冻度吼。这个是用心啦，不是心机啦。用心哈，有用心哈。好，今晚感谢。两组今日系当你第5季以来，当汉地看到两个都系得到第1名，马上就颁奖喽！耶！今晡日咯，你两组的沙琪的牛年，沙琪的妈妈真係能厲害，師傅可能要當條拖，故錯今日兩組都得到2分，都係大條名。先來恭喜馮水得到1000元嘅大彩金，恭喜！男水咪係大條名，所以得到1500塊嘅大彩金。恭喜！馮竹子老太自家分享一下禮拜參與嘅心得。禮拜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嘅節目，學到當多師傅煮嘅菜啊，當好食，好食嗬，當翻譯。翻譯拜過來就唔會按樣上嘅，好冇？對。就過來訪問一下哈，冠軍提起水彩嘅大吉大，因為啊，這去分享一下參加比賽嘅感想。先翻譯。是按多些忙事來參加本人來錄下，係叫咩？眼神掠到，啊當翻譯，希望大家。牙醫阿姐拉過來嘅係嘛？對，我拉他的。哦，佢大姐大，我冇來做唔得啦。我講捨命陪君子啊，都係安樣獻啦，係啦，非常嘅難忘，非常嘅感謝啦，帥哥美麗。其實觀眾朋友當到味素，值得吼，你也對人來慢慢的去了解。係啊，來有料，分享也對。感謝你兩組馮翠老南翠沙琪嘅媽媽，今日帶來按讚到有媽媽咪些好料理哦。鼓手分享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做的沙琪呢度嘅好朋友啊，一起組隊來參加。係啊，無論你係自家來報名，也係我好朋友拉起過來哦。我老大家講一句，你絕對唔會後悔，所以日日打電話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，你看下來都要到 V 嘅分享不卡，老沙琪嘅好米吃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